心情要来看到台北101跨年烟火表演，模仿的电脑图已经正式公开。今年烟火主题是希望之光台湾，日咧铁皮电火电脑图，这一届用台湾珍贵的保育类动物有山鸟麻、台湾乌熊，也佫有天鸡来起鼓。这一届主题秒数拢总300秒，烟火拢总16000外发。也毋过今年是头一届，咱台湾团队家己研发的新技术。 灿烂的烟火从暗时照甲光光，刷落来铁皮动画顶悬，阁有真古锥的石虎来你甲你拍招呼。烟火色水一换，出现一只希望的船，代表载着梦想，要带你行过希望、自然、真情甲未来4大篇的旅程。最后会用2020过台湾来做结束。2020台北101跨年烟火秀，主题希望之光台湾，30秒模拟的动画正式来曝光。因为我们有8斗嘛，所以在每个斗的那边去释放出来，所以它有层次。然后层次，它那个烟火出来的时候，它其实你就会看到它会有3种颜色。虽然2020台北101跨年烟火秀主秀300秒，烟火16000发，甲去年完全相同，但这一回采用台湾的团队家己研究的新技术来看烟火动画，敢若是单讲的烟火内底竟然会当变出2款的烟火，佫会当出现3种无同的色水，实在是真醒目。啊，若铁皮灯芒动画会用古锥的保育类动物来拍头阵。铁皮艺术里头，除了传达台湾很多观光的讯息之外，那我们也传达台湾的自然之美。除了动画顶悬的石虎，也佫有乌熊、乌雉鸡、绿海龟、乌面腊杯、文斑鸡仔这嘛拢会来现身。台北101伫咧跨年迄一天，佫会有一个动画大彩蛋。新技术配上新极版的铁皮灯芒，要互每一年国内国外拢真注意的台北101跨年烟火，佫再来创佫较悬的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